来看屏东的建国实验名小学的学生罗建成，伫 U13查埔反击奖决赛，和韩国的选手拼冠军，两人战到5-5，延长赛拢是射10分的满分。不过真可惜呢，这罗建成射的所在离北新较远，所以摕到银牌。Chappelle Alfred Nelson needs a 10 to send us to a shoot-off. 10-10-10, we're going to a shoot-off. And there it is. 30分满分。三支只拢10分，两位选手一人摕到一个比赛点，分数5-5，准备进入加射的部分。Park Suhan. 10. 10分。10. 10分。台湾选手罗建成和韩国保守汉最后一战，同款阁是10分，不过因为韩国选手射到击背中可爱边线，最后韩国摕到金牌。对屏东建国国小来选手罗建成摕到世界室内射击系列赛 U13查埔反击奖的银牌，真正是差1公分就冠军啊！我紧张，但是我是不太会在意，就是我就想说，就一样先做动作，然后会想办法就是让自己没办法紧张。国小6年的罗建成是对3年开始练射箭，教练讲开始罗建成练习拢会早7毫米啊，不过愈练愈有兴趣，加上伊有天分，个性稳健，成绩就有明显的进步。这摆和韩国选手比赛交足案，就会当看出罗建成唔惊紧张的个性。我上一次拿到第4名，然后我想说这一场比赛，我看可不可以，就是再拿回比较好的成绩，然后我也想要再可能体验一下其他的选手的，就是对抗的感觉。他在比赛的时候，他相对于其他选手，他是比较不会怕，他可以比较冷静的做自己的动作，然后关键的时候，其实他也可以撑得住那个压力。教练表示，国际赛当入去争性命就足无简单。罗建成阁入去冠军赛，结果差一输就摕到冠军。这摆的比赛经验足珍贵，会阁继续调整家己，准备后一摆的比赛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